国际消息，咱要来看美国总统拜登，伊要甲中国的习近平伫 APEC 会谈。咱外交部嘛表示讲，美国有甲咱继续咧沟通，台湾也会甲国际的盟友密切来联络。目前咱是有准备要安排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来做代表，甲拜登会谈。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5举行，美国白宫证实，美国总统拜登要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变作是国际注意的焦点。针对拜习会可能会影响台海局势，外交部长吴钊燮初二表示，美国大概若有高层会议，拢会甲台湾沟通。拜习会会不会发生？或者是说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？那这些相关的单位，尤其是我们的外交部，都在密切注意当中。除了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持续之外，那中东也爆发战争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台湾更需要认清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势，要避免战争的这个发生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搁再担任代表出席 APEC， 除了要对外展现台湾高科技量能，希望其他国家的合作，甚至有机会甲拜登来会谈。吴钊燮证实当地安排。若是 AIT 主席罗森伯格伫选举前访问台湾，搁再声明反对台独。吴钊燮讲，两个人私底下见面，美国讲台湾是亚太良善的力量，对台湾的支持正坚定。不过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点名驻美大使萧美琴是副手优先人选，立委关心敢会影响台美关系，搁再关心吴钊燮传出要接替驻美代表。你不想回答，就表示你背后另外有猫腻。我刚刚已经说明了，但是有些事情涉及到竞选的这个部分，我就没有办法说。不是要涉及竞选，我要你涉及到台美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部分，我跟委员讲说不会有问题。我听说已经有驻欧洲的重要的代表要回来国内，是不是要接你的位置？是不是你要去美国？没有这件事。也是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要接任副国务卿。吴钊燮真赞同，强调坎贝尔是台湾正友好的朋友。另外，咱友邦诺鲁发生战争，新任总统也顶上台。吴钊燮讲，诺鲁新政府新总统甲台湾的关系友好，两国的邦交正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